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0月30，罗马书12章一直安尼讲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因为上帝怜悯，我劝恁就将家己的身躯献予上帝，做活活的祭，是圣洁，伊所欢喜的。这是恁合宜的敬拜。三个来祈祷，爱愿将家己的身躯献予你做活祭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全能的上帝，慈爱的天父，我要专心来敬拜你，因为你满有恩典甲怜悯，你的信息遍满全地，你的权能达到穹苍。你的慈爱永远伫地，主啊！你用基督的救恩拯救阮，用真理引带阮的脚步，主啊！愿要感谢你无煞。主啊，我愿意每一天拢活出敬拜的生命，毋那是用嘴来学乐，搁较是要用生命来献予你。主啊，因为亲像保罗所苦劝，阮就因为你的怜悯，将家己的身躯献予你，来做活活的祭，因为这是圣洁，是你所欢喜，也是阮合宜的敬拜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